1980年代，美國衛星對太空上講下看 ，What's this？ 一條圓圓嘅係 UFO， 冇咯，冇上去，飛彈發射氣體 ，Oh my god， 起爆嘢！雖然當可能像係傳說，不過像咁樣嘅故事，喺中國見嘅流傳，當事情見神奇，流量就見來見到。不過更加神奇嘅係，一個號稱有100年歷史嘅客家建築，都係20世紀湛江連啲海峽那一片嘅台灣，而家佢用嘅喏。土樓啲客家文化地主當有名，條前接上我有客家嘅 hashtag， 也係因為開始嘅喏。1980年代，土樓透過相關研究老媒體流出，開始俾大家看到。雖然初期有放有鹽，我研研嘅佢要行下古，故所要按做顏料也係味料。一種設計本意看起來像碉堡同樣，高高嘅外牆，但係穿越後杆子，從而還做得轉做衝煙來用，方便你點都黏啦，哈哈！一地度客家土樓做本人發現研究，故所客家顏料嘅招牌做本人出檢咧，成為客家嘅代表之一。2008年，福建土樓本地嘅世界文化遺址，成為觀光嘅熱門景點。物嘅土樓度假村、顏料飯店仲考出現嚟啦，幾日古上期竟然一票都會台灣，哼哈，都唔抵啦！幾日過後，台灣也變變變變造出嚟10個間嘅顏料建築。佢仲限時規劃花13億，打造一個顏料出現嘅客家園區，連順航嘅路名啊都先安好嘅呢。唔過喺台中以前，苗栗就搶先一步推出嚟苗栗客家顏料，打對客家老顏料嘅招牌，苗栗顏料一翻嘢就上到嘅旗下15嘅年客，還會先做沿途跑風景點，也沒太成功嘅啦，並沒有。免費嘅免疫期過太過後，苗栗顏料聽1年開始收費，冇想到以後出入就搶搶啦，前面還差唔多啊，關門萬個，隔壁嘅台中也就唔敢批嘢呀，嘿嘿。想看啦，台灣客家顏料一件事情，還真係係當神奇喲。2.1研究顯示，福建地區唔單止客家人會起顏料，其實好容易咩會，甚至係起到行較多行較早，故做顏料做唔到完全代表客家。2.2研究台灣歷史，從來都冇顏料一種東西啊！早期台灣客家係離開廣東來嘅，不過土樓實主要係睇美食地區，反正是叫一查當到，台灣客家人老顏料其實唔熟啦。2.3雖然係當牛嘅苗栗顏料來推廣客家，不過對原本嘅菜地古蹟實係冇好好保存，甚至還發生了傳統客家建築本拆毀嘅事件。也因此，苗栗顏料嘅案例引起多方討論，像安陽嘅文化建設都大概發揚馬薩嘅文化。嘰里呱啦講到呀，也係苗栗顏料基金專輯，其他做得透過安陽嘅新專輯推廣菜地嘅台灣客家文化。嘅人做得上講啦，做乜台灣客家會想愛顏料呢？條線美好嘅想象可能係為到講講老發揚客家文化，不過呢個冇留菜地嘅歷史連結，係講一個爸爸家家。可能人對自家嘅文化愛獨特嘅先鮮，台灣客家建築雖然冇世界文化遺址嘅價值，不過實係有其土地嘅地方，客家喺也對土地上真真實實存在過嘅事物。希望喺未來，我要客家當然係老母講，用盡自家生長嘅土地，做下發現舒服也嘅美好。客棧，哈哈，下邊係你喊一百件。